无因十八界涅槃如来藏，般若道种子涵盖一切法，一切最深故，与此相应故，而所现因故，暂为差别故。是作现是故，如是持一切，具足解脱道，即佛菩提道，究真觉佛子，一切应消持。无因十八界涅槃如来藏，般若道种子涵盖一切法，一切最真故，与地相应故，而所现因故，暂为差别故。之所现是故，如是持地现，具足解脱道，即佛菩提道，究真觉佛子，一切应消持。无因十八界涅槃如来藏，般若道种子涵盖一切法，一切最深故，与此相应故，而所现因故，暂为差别故。是所现是故，如是持地现，具足解脱道，即佛菩提道，究真觉佛子，一切应受持。无因十八界涅槃如来藏，般若道种子涵盖一切法，一切最深故，与此相应故，而所现因故，暂为差别故。是所现是故，如是持地现，具足解脱道，即佛菩提道，究真觉佛子，一切应受持。无因十八界涅槃如来藏，
般若道种子涵盖一切法，一切最深故与自相应故，而所现一故，暂为差别故。是所现是故，如是自地现，具足解脱道，即佛菩提道。求真觉佛智，一切应受。